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闻导视台头先就来报人知。在今日国内增加一个对墨西哥回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50多岁大兄。今日下晡落大水后，新北市土城也有一寡所在淹水，另外台中也有骑乌多摆的妇人人去互树仔底受伤，送病院进程就已经无开。台南有一个查甫人用手机游戏，甲囡仔城内翕一寡老型老家的相片，也已经甲伊移送法办。今日咱国内增加一个对墨西哥回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50多岁大兄。伊伫咧墨西哥的时阵身体无爽快，却因为受到当地医疗限制，拢无去检验。不过昨入境的时阵有通报，在今日也渐渐确诊。国内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是今年2月初被派到墨西哥工作50多岁男性。个案在6月17到22日期间，陆续出现头壳痛、嗽、四肢无力，也有发烧这症状。伊捌伫当地坐摆去看医生，不过当地检验量能有限，无采检。加在经过治疗了后，症状缓解。个案7月7日入境时，主动讲过去14天有无爽快症状，由机场人员采检了确诊。即阵这个个案正伫病院隔离治疗。他现在是无症状，但是就是说，因为他的 X 光显示还有这个一些肺炎的阴影哈，那目前检测也都是阳性，所以我们住院是一方面是让他可以隔离到病毒阴性、不具传染力为止。指挥中心讲，即阵已经掌握个案接触者有23人，包括前后2排共班机乘客11人，另外有1个人转机无入境，加上斗阵的同事1个人，有11个人必须伫厝隔离。共班机机组员11个人，因为专程有适当的防护，列做自主健康管理对象。他本身也有这个戴口罩，他自己本身又另外准备了护目镜，他还有全程也有穿这个防护衣。指挥中心讲，墨西哥即阵确诊人数有232000人，而且每天新增加4000到6000名的病例快速增加。伫国际间算讲疫情较严重的国家，而国内总计确诊人数达到448例，分别是357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加36例敦睦南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下晡，气象局针对新北市、台中市等4县市发布大水洪特报。新北市的土城下晡时阵，熊下大雨，累积雨量也捌超过100毫米。另外，伫台中有一位妇人人骑着乌多摆的时阵，却去互路边的树仔跌着伤，送到病院进程就已经无喘气啊，落尾是有抢救回来。大路尤其封锁线，伫头前有一丛树倒伫路中央。台中市南屯区下道落一场大雨，互白亚东街一段边路树倒去，造成骑机车经过女子疑似去互树跌着伤，到以前无喘气心跳。警察带工作人员登到事故现场。除了台中市气象局下道也针对新北市发布冰雨特报。另外，新北市土城搁较伫短短3-4点钟之内累积雨量破120毫米。不会吧？怎么这么快就淹水了？民众经过土城工业区大路积水，车经过也会喷水。民众讲，到今无看过这款的景象。我的天哪，太夸张了！第一次碰到。另外一位土城居民拄到排水不良水伫要因离去厝底。下昼1点外，民众用空气机去新北市土城树林附近一带，天顶搭着大范围高高的乌云，无一个雨就拼落来。也阁有树林宽巷路5段路口也积水50公分深，道路一度封起来。受到对流云系发展的影响，中央气象局一度针对11县市发布大雷雨信息。到下昼5点，继续对基隆、新北、桃园、宜兰、花莲发布冰雨特报，提醒民众爱严防淹水，山区是爱严防崩落甲落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国安法伫7月7日施行，施行的头一天，就香港民众上街头抗议。根据着香港警方的统计，大约有370人被抓起来，其中有10人牵涉到违反香港国安法。另外，伫咧国际顶头，英国甲澳洲政府拢表示讲，会提出安全庇护香港人的方法。不过，中国却甲因呛声讲，这寡国家的人权问题比中国更加严重。
港版国安法初一实施，啊，毋过真侪香港人民也是去街仔路抗议，叫防暴警察用水车甲胡椒喷雾强制清场。伫咧冲突的现场，佫发生闹火事件，有查甫人举刀仔拄着香港警察倒边镜角头，了后伫咧飞行机顶悬起互掠。香港警察统计，初一掠370个人，其中10个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疑团媒的创办人李志恩接受外国媒体专访，批评国安法比因想的佫较害。过去的香港已经无伫咧啊，毋过强调讲袂离开香港，会继续抗争。I have to go on. My family, my wife may have to leave. But if I leave, I will totally disgrace myself. 啊，但是伫咧香港，初二早起，香港警察接到民众检举，去停番送中的店，一关一碟。消基院的分店来看店里的文宣可能违反国安法，要求店主摕落来。店头发布暂时休困，因过日子已经无伫咧啊。国安法开始了后，有真侪政治团体宣布解散，店家提出毋是经济款，外界烦恼讲法令会造成更较大的恐怖效应。人大常委谭耀宗嘛表示，像讲好香港的口号，市民就应该避免。各国嘛强烈谴责中国。欧洲总理莫里森初二表示，会积极考虑对香港人提供庇护，啊毋过嘛去互中国来呛声。If you're asking, are we prepared to step up and provide support? The answer is yes. 停止双重标准的做法，停止在人权理事会进行政治操弄，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注定不会得逞。港版国安法实施，有香港人已经开始甲面册言论抬掉，烦恼讲会出代志。但提出香港种子的黄之锋伫咧面册表示，伊袂改名、袂抬文章，因为伊无想要去互审查，嘛无想要自我审查。前香港种子成员卢冠聪传出伫咧国安法实施进前已经离开香港，黄之锋甲酒店因为有案件在身，袂当离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国安法施行了后，伊的影响范围不只是香港人，甚至外国人也拢会犯法。就律师也警告讲，民众伫台湾的国旗发表香港独立或者是台湾独立的言论，若准去到香港，甚至是转机经过，拢有机会拢互掠起来。港版国安法正式开始，民众伫咧台湾的国旗就真有可能违反规定。港版国安法明定的犯罪形态，包括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等等。啊，若是中国坚持一国两制，无认同中华民国的主权，所以就有律师提起讲，摕中华民国的国旗，都有可能会去互当作想要分裂国家，怎会去互掠起来？今天百日满地红这样子的国旗，以这样的国旗来看的话，它是代表的一个国家的存在。那既然代表了国家的存在，它跟中国就毕竟不是同一个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分裂国家的一个的作为。港独跟声援的他们认为的暴力或者是非法的行为，那这个就会有麻烦。港版国安法实施的头一天，就传出讲有一个查甫人伫咧香港，去香港警察抄到有早中华民国国旗，全去掠起来。虽然香港警察目前还未对外说明。另外，根据港版国安法第36条，民众伫咧香港注册的船或者是航空器顶悬犯罪嘛适用。第38条是指出，毋是香港居民，还佫有伫咧香港以外犯罪，共款嘛适用本法。也就是讲，台湾人外籍人士，就算讲毋是伫咧香港，也是中国以外所在犯法，若是入境香港，或者是坐香港的船甲飞行机，甚至是伫咧香港转机，只要是去用当作捌有分裂国家的意图，也是激动，都有可能去用掠起来。像如果认为说台湾跟中国不是同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或者是新疆他们有不同的意见，这种状况底下都会被认为有分裂国家的可能性。律师嘛警告，民众伫咧人面册社群背带，无论是写文还是分享声援港独、挺台独的言论，佫有去街仔路面顶参加声援香港人的集会游行，可能拢会去互中国当作是肉中刺。人若是去香港，风险就真悬。若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香港民主运动者黄之锋捌做伙翕相，外界指佢讲可能会去互国安法来注意到。江启臣背回，伊确认过黄之锋毋是港独，嘛发声带政府爱有作为来保护台湾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7月13到17要进行汉光36号演习，共军在今仔日伫大甲溪出海口进行实弹预备演练。这回是陆海空三军做伙演练，国军也提出上届坚强的军机甲军舰，要展现保卫国家决心。火箭发射了。六只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向海面的目标，连续发射火子弹，大目标是精准。
另外一方面，陆军 AH-1W 的攻击直升机发射地下火飞弹，这8粒飞弹向海面内大发出真大的声音，嘛互现场的人拢看甲牙牙。这个实弹操演动员陆海空3军由空军 F-12B 经过互战机发射飞弹开始实弹演练，海军这样级别军舰甲陆军雷霆2000外公的火箭实施远程攻击，而且地面的兵力嘛准备甲真焦全。安排 M109、M1B 自走炮、M6A3 战车等等的战力，小连续来战海上的模拟敌军，10外只陆军155炮做伙发射，弹到海上的目标。参谋总长黄曙光嘛亲身来视察军演的进度，表现出国军保卫国土的决心。这场配合汉光36号演习，国军伫咧大家开出海口的实弹演练，嘛请民众来看。阿帕契啊？怎么说啊？就是现场哎，实地的感受。那你觉得今天震撼吗？很震撼，比上次看还多。汉光36号演习拄13开始，台湾东南海峡气象卫定做是操演区域，而且分析这甲中共军队的威胁有关系。比如用舰上的巡弋飞弹攻击我们东部重要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嘉山基地。那还有就是在那个位置，它也可以对比如说从关岛方向来支援的美军造成一个威胁。若是解放军初1到初5伫咧西沙群岛开始5天的军演，美军的动作真济，派遣 EP-31电侦机飞去南海监控，除了掌握中共军队协占咱的动态，学者分析无排除中共军方可能会成立新的设施，嘛认为解放军南部战区单日拢有手岛的演习项目，即马这个阶段中美的战略也是有侦查，短期以来要用武力来守台湾东沙岛的可能是无悬。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统计到今年6月，全国的旅行社有3000多间。不过，这半冬以来，规模较大间的旅行社就收买20间起来。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无认为讲，旅行社有一间接一间收起来进行，强调纾困第3版的规划已经报告行政院啊，上紧伫7月就会当实行。疫情之下减班休困，目前大个月有案爱支付3000多万人事费用的5号旅行社，等待着国境开放，准备裁员求生。国内3000多间旅行社中，半年来已经有20间资本约3000万的综合旅行社休困。品保协会讲，规模哪大的旅行社伫这一波哪歹经落去，以政府顶一波4到6月纾困金额计算，大个月营运补贴每间总共40万，分公司5万，补贴员工经常性薪水4成，前提是资方袂当裁员。所以资方也是爱付其他6成薪水，那以规模500人以上旅行社计算，纾困只是一小部分。他们的开销每个月动辄是上亿的经常性开销，包括人事，包括租金，透过裁员缩减开销来生存的话，其实这个是他不得不的做法。品保协会分析，虽然目前各路复苏，也毋过90%民众拢是自由行，旅行社抢到的商机有限，后半年倒店裁员是会当有见。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旅行社无4家加倒店的情形，目前纾困3.0已经报行政院，金额130亿，会对业者继续纾困。那有一些转化还是会有困难哈，因为它的规模相当大啊，这时候我们还是会进行员工的薪资补贴。那对象有包括旅行业啊，那旅宿业。以及导游领队最主要的这个部分。那另外跟机场有关的相关的产业，在7月底之前如果能够完成预算的程序，我们也可以以缓积极先来拨用。交通部强调，只要接受补助，就要落实无裁员规定。纾困3.0计划有计伫7月完成行政程序，通过后会量查拨款，希望甲进前到6月底补助人者协助业者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的大学指考是对明仔载开始连续3天，在今年有43000位考生来考试，也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考生入到考场拢爱碰体温，而且还挂水暗。考场内面也会开冷气，对角的窗仔门也会开15公分来通风。午后雷阵雨一直落，真侪考生为着指考，落雨也是来看考场。今日讲到时阵验到试场，并且搁再确认因应防疫的规定。考试前，因为就已经知道这项规定了嘛，所以我就在这段期间就尽量都戴着口罩读书、写考卷。入考场量体温，考试的时阵拢挂喙暗，考生讲要配合一点也无困难，也感觉讲袂有人挑工，袂甲喙暗挂好，想要互迄考0分。不过有家长认为，袂用备考有一寡无方便。如果能陪同在旁边，有可以及时帮小朋友解决什么突发的状况嘛。如果现在不能陪考的话，
那就只有让小朋友自己去解决，那家长也是很茫然的啦。大股中心讲，由天气真热，各市场会甲前后门关起来，开冷气。不过会拍开带角的窗仔门，大约15公分。另外也提供玻璃型的食饭的架板，予考生使用。而且规定身体障碍考场拢适用，服务更加周全。以台大身体障碍考场来讲，今年总共有43名身体障碍考生，自闭症甲焦虑症总共有20人，占的比率上高。而较特别的是，有一个爱困症，也有常常会困气的症状的这种考生，申请叫醒服务。基本上，我们每一个市场，不论考生人数多寡哈，至少都会排2位的监考老师。就是他如果说考一考睡着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来这个请他醒来继续考这样子。若是腹肚无爽快，定定爱走便所症状的考生，该安排离便所较近的市场。手汗真多，爱准备手巾啊。情绪障碍还是做有症的，安排伫考生人数较少的市场。若考试时干扰到其他考生，就动用备用市场，一人一间，互大家拢能专心考试。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国民党籍的屏东市长加市民代表会主席，这2个人拢互收押，是因为屏东地检署伫咧侦办屏东市代表会礼品采购备案的时阵，发现讲现任市长林伯祥在做代表会主席的时阵，牵涉到采购方面的伪造文书加诈取财物。现任代表会主席萧国良也有牵涉到案件，目前这2个人拢是声押禁见。屏东市长林伯祥的办公室空无人，屏东市代会主席萧国良的办公室是大门拢锁起来，2个人涉嫌贪污嫌疑重大，双双被收押禁见。那林姓男子跟萧姓男子分别所诈领的财物，数十万到数百万元不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还有刑法上的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罪嫌，还有商业会计法填制不实。会计凭证等罪嫌重大，那在今天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裁准。检方调查，民国101年到109年期间，林伯祥甲萧国良分别是前后任的屏东市代会主席。不过，2个人却是涉嫌礼品的采购备案。对此，屏东县府讲尊重司法，会协助地方组织顺利运作。他现在任期还没有过半，那就地方地治法或者选罢法等等之类的，他必须要有法律专业的跟要件，我们会对于他们行政上面做一些必要的一些协助。屏东检方今年5月就要传唤因2个人，检方即阵掌握具体相关事情，因为因涉嫌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加假造文书，才不法证书。林伯祥伫做2届屏东市代会主席了后，也伫屏东市长补助，并且由共党市民代表萧国良顺利接下市代会主席。即阵2个人任期拢也不到一半，拢因为牵涉备案遭到收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市有一个姓赖的查甫人，用着手机游戏点数诱拐国小查甫查某囡仔，翕一寡老型老价相片甲影片，而且佫威胁即寡囡仔讲袂当甲代志压出去。目前大约有30个囡仔受害，这个嫌犯也已经移送法办。画面内底即个挂手铐强以上的查甫人，就是涉嫌偷翕囡仔无好看相片的细赖查甫人。台南市警方伫咧查毒品案的时阵，发现细赖查甫人手机内底锁有几仔囡仔无好看的相片甲影片，查落才知影，伊用上游戏的点数也是宝物来做借口，拐骗国校的囡仔来翕相录影，受害囡仔要甲30个人。目前是多名管理受害，家长也完全不知情，也没有报案。那目前我们是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来侦办。愈来愈侪囡仔有手机甲网络社群，嘛变做一种无形的风险。立法人民认为讲，家长甲老师应该教育囡仔保护家己的个人隐私，口罩唔通说公开分享，嘛唔通定位家己的位。另外，像讲名、电话、地址、相片、号名、班级等等的个人资料，嘛拢爱保密，而且嘛要对网友保持警觉心。原则就是不要轻易相信网友说的话，可能不随便与网友单独的见面啊，可能也不会随便收受网友送的礼物，不管是要求你出来见面送你真实的礼物，或者是所谓的游戏点数啦、虚拟宝物这些部分。除了拄教育开始，立法人民嘛呼吁政府应该加重违反离校性北社防治条例的人的刑责。针对离校连续性犯罪的人，伫咧服刑的期间嘛要加强辅导甲强制治疗。若是要假释，嘛要由性犯罪防治，或者是离校保护等等的专家来评估闭关，才会当对各方面来保障囡仔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部长林佳龙伫面册公开讲，交通部已经通过台中捷运的绿线，要通长做到大坑彰化的可行性研究，按算在今年8月会进行勘查。台中北屯区和平里的和平公园是未来捷运绿线延伸大坑的车站有地码，无论爬山还是休闲消费真方便。如果捷运来要往来爬山的登山客塞车的机会就少了，要用接驳车嘛，接到我们旧社去做，就要赶快输出。电风对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到大坑，期待搁加伤害，呼吁台中市政府爱做好路网规划，兼顾在地相关发展。交通部长林佳龙7月初1日面册公布，交通部已经通过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台中大坑甲北彰化的可行性研究，有计8月会进行初勘。台中市交通局长指出，都市计划甲环境评估拢毋是问题，也期待绿线延伸解决大坑假日塞车问题。综合规划的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某些的这个都市计划要变更，那甚至到某些的这个区域是不是有涉及到需要做这个环境影响评估？那未来当然有捷运进到金浦铺，在我们9号、10号步道的入口，那会有利于民众未来这些使用。彰化县的在地意见也偏向支持现有的规划方向，也毋过对北彰化今次因为捷运绿线延伸的交通连接无法度抵抗大都市的影响，颠倒被边缘化。彰化市长林世贤建议彰化县政府公共建设甲都市计划要量早规划。彰化未来整个交通运输有很大帮忙之外，我想彰化更要积极的去开发这个台化这个站区，还有这个彰化火车站的大车站计划避免这个台中的磁吸效应。交通部长林佳龙也伫面册表示，刷落来会协助台中市政府进行路网整合，路线重点金马通勤站规划串联高架化后的台铁鹿港线轻轨，成为三铁共构站，达成中中30分钟生活款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伫缅甸有一座乌翡翠的炭坑，因为连续几多日拢在落大雨，初二的时阵透早发生放弃意外，上无有200人被带伫内面。目前已经知影讲有113人死亡。当地政府伫初一的时阵要求因来停止开采，想袂到就随来发生意外。啦！喂！土石流顺便扑向下骹，并个当看到几个人赶紧走开。缅甸克钦邦帕坎区的一座翡翠矿场，初二早起6点半发生放弃的意外。根据报道，上无200个人向娃娃带死。据当地居民称，约有200人被埋。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已经找到113名遇难者的遗体。缅甸社会援助组织帕敢负责人戈杰表示，由于此次塌方情况严重，他们正在调集大批人力开展搜救工作。缅甸消防局嘛伫人民找到继续搜救的相片，而且表示目前已经找到113具的尸体，不过也有要100个人失踪。报道指出，当地也搁伫落雨，路呢拢是落瓜糜，嘛增加甲伤者送病院，搁有搜救的困难度。根据了解，缅甸政府捌伫6月26发布命令，要求7月初1到9月30这段时间停止采矿的作业。所以发生意外，这个矿场应该算是违规作业。不过克钦邦已经真侪届发生矿场放弃意外，2019年4月份的意外就造成54个人死亡。有些名来多着咯，有些名来车嘛呗，搞得困难，就来呀，不理呀，公路拔出来。克钦邦的帕坎区是世界上上大的热轧矿产地。单年交易的总额超过300亿美金，大部分是出口去中国。若是矿区的刷价是真价，常常拢会发生意外。敢若去年就有上无100个人伫咧矿场无命，而且即寡热轧矿场无严格管理规范，嘛分别是无共的势力来控管。单年拢有几10个人伫咧意外当中死亡。受害者演过拢是真善者的少数民族，为着要靠大公司开发了后所捞到的热轧转来冒险。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到美国。美国因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加州有19个郡初一搁在限制因的餐厅、酒吧、电影院一寡室内场所袂当营业。另外，伫佛州的南部，德州甲洛杉矶的海边目前是全部封锁，也有20个以后，强制因的民众就要挂水案。
这就是抢先中溪经济和民众中款工作单位的地区之一。即马逐工新增的感染病例已超过5000件的速度提升，当地的哈瑞斯健康病院病床已经接近满载。位伫休斯顿的贝勒大学热带医学院院长霍特兹警告，敢若休斯顿地区到7月中为止，一天新增病例可能都将成长3倍到4000例的规模。到时阵，休斯顿将成为全球主要的疫情中心。德州州长亚伯特再度下令全州酒吧停止营业，餐厅需要限缩室内座位。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人数增加，也阁有亚利桑那州的红红城、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加州等地的一天新增病例小连续创新高。其中，加州过去2礼拜以来确诊病例就增加50%，住院人数增加43%。州长纽森伫7月疫情记者会就讲，过去24点钟就新增5900个病例，加110多件的死亡病例。纽森下令全境19个郡的餐厅、酒吧、电影院等室内场所再次停止营业至少3礼拜。全州总人口70%受影响，也因为7月初4国庆周末。民众习惯关注航班放烟火，佛州南部、德州甲洛杉矶等地的海岛将全部关起来。各州政府呼吁民众上好踮伫厝内。原本计划要伫7月初6中止开放室内用餐的纽约市州长古默，烦恼防疫扩散，防疫成果期了了，7月宣布延后开放，也批评死拢唔挂喙暗，甚至踢笑人的总统川普。We have to mobilize our government, and we have to start do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And you want to take one easy step that will send a powerful message. Put a mask on it. Put a mask on it. 防疫专家一再宣导挂喙暗保持社交距离，才会当互疫情缓和。若无，美国的疫情将会出现一天新增10万例的恐怖情况。已经有20个州强制规定民众出入公共场所挂喙暗。副总统潘斯前往亚利桑那州视察病院也挂喙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甲几啊位共和党国会议员也呼吁川普做一个好模样，将喙暗挂起来。川普7月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网专访时，态度大转变，讲伊愿意挂喙暗，并且再度预言感染会消失去。If I were in a tight situation with people, I would absolutely. You think the public will see that at some point? I mean, I'd have no problem. Actually, I had a mask on. I sort of liked the way I looked. And I thought it looked okay. It looked like the Lone Ranger. 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拉丁美洲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巴西死亡人数到达也超过6万人，哥伦比亚的感染人数也已经超过10万人啊。另外，阿根廷政府为着要防止疫情搁再摊开，今日开始封城2礼拜。巴西里约真有名的地标基督雕像顶悬倒映出各种文字，一排搁一排的名，全部拢是巴西感染新冠病毒了后死去的患者名单。拉丁美洲的疫情真严重，过去7天的新增加病例甲死亡人数拢创新高，巴西死亡患者人数已经超过6万人。宗教团体巴西天主教主教团发起倒映活动来悼念。Hoje escolheu esse dia, esse local super importante e simbólico, porque a gente queria prestar uma homenagem, uma grande homenagem às pessoas que se foram nesse momento que a gente está vivendo pela Covid-19. 巴西已经有超过144万的确诊患者，在疫情真严重的状况之下，一半的巴西人拢失业。投入去外送餐点的行业，毋过对家己去外送的人愈来愈多，嘛互外送员薪水甲以前袂比值，所以有真侪的外送员就伫咧圣保罗来进行示威抗议，要争取劳工的权利。除了巴西疫情真严重，哥伦比亚确诊患者数量嘛，伫当地7日超过10万人。阿根廷为着要预防疫情继续扩大检疫，而且佮甲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甲西科维亚地区封城的期限延长2礼拜到17。Dado la cantidad de casos que tenemos, me parece que es lo que había que hacer, restringir más la salida y la movilidad de la gente en la calle. Me parece correcto y bueno. 秘鲁是伫咧7日政治经济开放的第3阶段，互首都立马解禁。除了目前还搁伫咧执行强制隔离措施的7个地区以外，部分的国内航班甲下线客运拢会当恢复通车。毋过这嘛，互当地的交通乱七八糟。若是墨西哥嘛伫咧7日，温州饭店甲餐厅恢复营业。
不过因为过去100天的经济限制措施，已经让这个拉丁美洲的第2大经济体影响真大，失业的人数已经超过1200万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墨西哥今年的 GDP 可能萎缩达到10.5%，这嘛是对1930年以来降价上大的幅度。记者综合报道。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 IS 虽然因的行动受到各国的压制，不过却是无甲因一网打尽。意大利警方初一公布一段影片，表示因伫南部的大城萨莱诺查到14吨的毒品，这也打破世界纪录。因怀疑讲，这款毒品是来自 IS 的控制区域。意大利警方查缉人员，把这外观看起来亲像纸卷，也是更苦的外壳挂开，内底藏着真多一粒一粒的物件，就是假造的芬奈他林，数量最高，互查缉人员是算甲头晕目暗。最后清点结果总重量14吨。警方讲，这数量已经用整个欧洲的毒品市场，估计价值折合大票有332亿。甲安非他命效果相关的药物芬奈他林，不是医药界用来治疗囡仔过动症、爱困症甲忧郁症的临床药物，互各国禁用了后，永远是乌市真流行的毒品。有的少年人为着拼袂讲读册，也是要佚佗，就用伊来提神。也有运动员使用过记录。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公开文件指出，早伫的叙利亚内战初期，包括 IS 在内的武装团体，就用芬奈他林来提神，来做长时间的战斗。伫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也有相关的这种讲法。2015年11月，在法国巴黎发生的恐怖攻击，当地媒体引用看到人的讲法，讲犯案的凶手行动时敢若像僵尸，看起是受到毒品的影响。当时就媒体甲叙利亚内战、恐怖攻击甲毒品连接斗阵，甲芬奈他林讲做是恐怖分子的毒品。不过当时的毒品是由欧洲经过土耳其销往中东。意大利警方怀疑，这阵是颠倒兵由叙利亚境内 IS 残留的势力制造假芬奈他林，所来经由海运卖到欧洲，并且选伫意大利南部的海港都市萨莱诺登陆。而原本要伫意大利接头的大盘，警方认为起源伫萨莱诺附近的拿坡里。历史超过300年的老牌黑帮科莫拉涉嫌真大，这阵正伫彻底调查，也有多一寡欧洲的犯罪组织也牵涉在内。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是上新的消息。立法院临时会经过5点钟的表决，三读通过农田水利法，会将水利费列入去政府所管，未来资产若准是负债，要由国家来承担。不过，在立法院门口也是有自救会成员伫咧抗议，若准讲这个水利费变作是公务机关，因也惊讲会去影响到农民的用水权利。将近60年的今天呐，我出来抗争的对象，既然是我一辈子期待支持的民进党。反对政府强制征收水利费来入去公务机关，初2早起，桃园台中中华电风水利会动员超200外人去立法院抗议农田水利法修法。自救会总会长批评蔡政府牺牲农民。准讲水敢用，永远无通啊用啊！农委会你真的很混蛋，如果在运作上停摆摊贩，就摊掉，你要负责吗？2018年，立法院三读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明定农田水利会改制作公务机关。今年9月底会场日期满，10月份内该由政府来指派。农田水利法草案当中，甲农田水利会改制作公务机关农田水利署，经过朝野党团协商，农田水利事业作业基金收入会免扣营业税，未来资产甲负债由国家来承担。若是农田涉及原住民族区，嘛要回向中央原住民主管机关。因为朝野意见无同，立法院开始一条一条表决的代志。国民党团提出定表决的总统议事，立院立委黄世杰嘛对修法有意见，甲立院意见无同。将水利会的财产登记为国家所有的程序是不符合宪法上的规定。名为改制，实则消灭水利会，更剥夺了150万农民的血汗财产。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各位，这是一个历史公维的问题，这是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
民进党团强调讲，水利会问题是历史共业，修法是为着要改变过去农田水利会去地方派系阿条条，未来透过官派互因公权力，嘛会保障即马水利会职员工作权继续任用。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疫情，各国拢选择开始放零货币政策，而且是选择降利息救经济了后，世界各地也出现资金上济情形。国内5月的房屋贷款利率达到1.349%，是历史以来上届低纪录，买厝的人也变甲真侪。是伫路口的公寓外口底啊，看各种大细方形新建案广告，有的强调条款上装潢，也有主打公园绿地学区。内地动来吸引消费者，国内疫情等好，房屋市调业者公布，顶个月房市解放方向球，6月份数33.7分，比顶个月增加0.5分，佫是连续4个月提升，已经连续2个月都可以也各当接受的5张。这个板桥的江翠北侧来看，大概在2-3年前那边的成交价大约在最低3字头，最高大概在44-45万左右。可是目前江翠北侧的最低成交价基本上都是拉到40到50万。新店的央北，因为地价成本的攀升，目前甚至有建案已经卖到60到64万。主店表示，6月开始卖的新建案推案量超过700亿，案量达到15亿以上的指标建案，包括新北市甲桃园市拢有。6月指标案平均看厝组数升高，逐礼拜29.5组，比5月增加4.1组。来临组数继续创今年以来上高点，另外，甲去年同期比平均升高组数也升到逐礼拜2.1组，比5月增加0.2组。也因为市况继续加悬，建案售价哪来哪硬，抬价空间也哪细。去年从台商回流，香港资金外逃，那我们台湾呢就开始有一些资金的效果，我相信有些资金还是进到房地产。那现在呢，因为疫情的因素嘛，央行它也有降息，现在股票又在相对高档，综合这些状况，我们整个资金的这个环境也是适合房地产的一些投资。学者认为，各国拢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降息救经济。国内5月份的房贷利率，佫较是落滑到1.349%，佫写历史新低纪录。所以，伫家里环境对建筑业投资客买厝的人等拢有低成本的高杠杆效应，自然帮助房市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影响到全世界，咱的经济也受到影响。美国就有一个做服饰的品牌宣布破产，咱台湾出口的货品也无人接收，致使咱国内袂少纺织工厂当来放无成价。全球有名的时装品牌 H&M， 伫疫情大流行的期间，有8成商店拢被迫要暂停营业，到6月也是阁有2成无法度重新做生意。疫情重重影响到全球纺织的供应链，台湾纺织业嘛连带受到影响。根据统计，今年1月到4月出口值减少17%。纺织业拓展会指出，进前美国的品牌 J.Crew 破产，就致使台商对越南运送去美国纽约的货无人接受的情形。在2月到3月这个期间的时候来讲，整个供应链是一团乱。比如说，我们看到像 J.C.Penney 啦、J.Crew 啊，那这些它就直接取消订单了，然后公司也要倒闭了嘛，要申请破产。台湾纺织出口市场，越南、中国、美国占前3名，顶半年的订单互取消真多，真无简单。欧美慢慢解封的时阵，美国搁再发生种族歧视的运动，小卖门市只好搁关门。台湾的纺织货品无法度出口，艰苦的是生产线顶端的纺织工人。不少纺织业者拢是用减班休困来省人事支出。不过疫情嘛，致使防护衫、翠暗的需求加真多。纺织业拓展会表示，部分的工厂拢暂时加入咱咧讲的国家队协助生产。上新的减班休困统计，也就是无成家的人数已经破3.1万人，其中包括纺织业的员工。这嘛，互外界烦恼讲，若是下半年的产业情形无变好，劳工的工作权就会出现更新。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宣布讲，要选定 DNA 疫苗，正做武汉肺炎预防下的主要项目。目前也甲民间公司等咧合作，按算在今年年底会进入到人体试验，上紧在明年下半年就有机会上市啊。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跌脱，疫苗的研发嘛当地进行当中。国家卫生研究院宣布会甲先期业者合作，以 DNA 疫苗来做开发的重点，预计今年底进入第一期的人体临床试验，上紧明年下半年都有机会来上市。DNA 疫苗是最近几年
大概疫苗产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平台。那特别是在应付紧急疫情的时候，它就可以凸显它快速可以进入临床试验的一个特性。郭伟仪表示，目前疫苗研发平台包括 DNA 疫苗、生态疫苗、定做病毒疫苗、甲次单元疫苗4种。若是使用 DNA 疫苗有快速生产的优势，研究人员已人工合成新冠病毒的 DNA 了后，会当透过大肠杆菌来大量培养制作疫苗。整体研发时间上少比其他疫苗研发近3个月，而且动物试验的结果嘛证实会当有效中和病毒的抗体。在我们的动物实验里面，我们也确实也发现说，它有能力让这个免疫反应趋向 TH1， 所以呢，种种迹象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未来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到6月底为止，全球17支进入临床试验的候选疫苗当中，有7支是包含 DNA 还是 RNA 的核酸疫苗，是所有疫苗种类的冠军。国员伊强调讲，会加速研发疫苗研发的进程，而且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生产能力，来确保未来咱台湾人拢疫苗他主。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确实有影响到民众出外食饭、买物件的意愿。农委会为着要推广农产品，对2月开始推出线顶买卖农产品的活动。也因为成绩真好，农委会要继续优待民众，也希望讲协助这寡渔货甲农产品会当走向电商通路。要让消费者买了安心，电商平台卖国产的牛肉直接到牧场翕饲养的环境甲肉片产值的细节，予消费者看。牧场主人陈建良是饲牛专家，毋过原本肉拢卖到餐厅，所以因为疫情生意大落八成，即马转向网购的通路，才慢慢找回来生机。把一些业绩稍微有补救一点回来，所以这些网络上采购上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媒合跟一些习惯的养成。需要透过电商平台求生存的，还有金泉旺来，屏东一间生产合作社生产的旺来，原本9成外销中国，即马差不多拢无啊，转向甲中华邮政网购来合作，连毋捌电脑的老农民拢会当做伙参加。年老的农民他做得了吗？他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还是跟他们，就我们会帮助他们收他们的货，那一起统一就是帮他出。今年年初，因为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农产品销售无好。迄时阵，农委会推出伫电商平台买500块送50的优惠，原本预期3亿的业绩冲到4亿半，比过去成长10倍到20倍。想袂到拍开农产品的电商通路，所以2号个加码推出到年底，网购500块送100块的活动，希望佮创造10亿的业绩。记者李王德心台北报道。咱国内工研院有甲便利超商的业者做伙推出一间智慧型，而且是无人固定的便利商店，是利用科技来判断人客面部啊甲物件的感应，也互科技加入咱的生活内。用手机扫 QR code 了后，直接入去商店买物件，都开始到结束，完全唔免点完，就会当完成全部的动作。所有过程唔但真方便，而且更会当省排队付钱的时间。是在拿取的过程中，它会自动能够辨识我拿了什么东西，实在是非常的方便。当你在这里拿取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会辨识出说，哪个商品被拿取了。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的对于你的追踪的位置，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商品是哪个人被拿的。甲过去无人超商上大无共的所在，就是伫咧头壳顶、甲货架顶悬，这一粒一粒的感测器，若是侦测到人的形影，只要拄架面顶摕啥物商品，系统就会随知影。它在偏乡方面呢，这部件呢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能够导入比较少人，甚至最后无人的这种技术的话，我们可以使得这个便利商店的普及率可以更高。我们这样的一个预取智慧商店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去了解消费者在各个时段各种不同的一个消费模式，然后去进行技术上面的一个调整。武汉肺炎疫情，和国内小卖业面对着真大的冲击。上阵这点，工研院甲便利商店签约合作，会来说全台湾头一间的智慧商店，运用科技来拼后疫情时代新生活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到高雄的基丁，高雄的基丁也同款遇到人口老化问题，而且在这个所在，真侪少年人拢出国打拼。在地的基丁病院也参照到日本的经验，对2年前开始也打造基丁岛的中照经验，希望透过中照 ABC 计划，或者是大人会当享受到医疗服务。
医护人员正伫替这行动无方便的老人量血压甲血糖，地点是伫病院，而是伫地远的社区主体内底。有空这边要走走哦。高雄基丁病院推出的社区关怀活动，方便老人来追踪家己的健康状况。即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台湾，面临的是医疗照护不足的问题。都是行动不大方便，你叫他们去医院的话，他们决定不会去。所以说就近啊，他们会来。旗津区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社区，所以大概我们就是配合政府的长照政策，就是所谓的在地老化社区整合照护服务。全台就面对真侪老化情形，和高雄基丁的民众真有感觉。根据统计，基丁地区老人人口占16.6%，比高雄市平均悬1.03，加上超过4成的青年壮年人口，因为石头路离老地外地，社区大部分村欠缺照顾的孤单老人。当地佫欠缺长期照护机构，所以故意结合高雄地区400外间病院进行双向转诊服务，让行动无方便的老人用就近来看医生。希望能够整合一个完整的一个居家服务的一个模式，好，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旗津医院未来努力建构旗津区成为一个旗津长照岛。因应政府推动长期照护 2.0，2018年7月推动长期照护 ABC 计划，有社区整合型服务中心，依照老人需求进行资源连结，应进行简单地处医疗照护的复合型服务中心，加提供老人探访关怀、成立延缓老化社团活动的巷仔长期照护站服务老人。面对着孤单老人年代来临，在人生下半场变怎面对？基丁病院院长讲，未来会建立长期照护大楼，连续性的照顾系统。加社区化照护，希望用以这款的经验分享给其他需要所在，照顾到社会每一个所在有需要老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左镇有一间失智症的服务关怀据点，号做同心合约小学堂，针对着失智者的时段设计一寡互动的课程，也互一寡照顾因的人会当有一个休喘一个。今年遐恁兜隔壁遐敢是嘛有种芒果？阿公阿嬷坐做伙，有诶搭叶啊，有诶斗擦色，斗阵创作。台南市左镇区诶一间号做同心学业小学堂，失智症诶服务据点，专门设计课程，互失智诶长辈，互因有机会加接受一寡刺激，也互照顾因诶亲人，通好休喘。足欢喜诶，就咱上帝甲我照顾啊，足好势，拢无安那呢。真这样关于他们的记忆、他们的生活，然后去堆叠出来他们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一个生活经验。同心学业小学堂表示，左镇区是台南市老人人口比例上侪的所在，而且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左镇区差不多就有160外个失智症的长辈。但据点成立1年以来，已经服务超过3500人次。据点望继续推广失智相关的知识。透过我们这里的活动，认知促进啊，然后延缓失能啊，还有就是怀旧料理啊，或者是趣味桌游，或者是益智体能的部分呢，提升他们在记忆的一个部分，然后延缓他们失智还有身体的一些老化。同心学业小学堂希望经过药物以外的治疗方式，将失智拖慢，也加强得病的长辈因的表达能力、加体力，增加患者的自信。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今年酸影说是提早大出，玉井农会也请50位的大学生伫休热期间来做临时工。虽然讲青果市无冷气，不过一寡学生也讲真欢喜，会当熟悉故乡的产业。玉井农会一回青州内面，员工都拎无用经过，但详细看，煞有几个真有气的面。原来是大学生暑假的打工，来到这趁学费。不过现在是7月的大热天，市场内面无冷气，只有地风，每一个人是拢流真侪汗，但是因嘛袂感觉辛苦，还好。虽然说没人气吹，但我觉得就是很快乐，因为都有认识的人可以一起做，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其实没有到很了解，但是来到这里的话，就是让我更了解我们故乡的芒果。很喜欢外语，所以说有跟外国人做一些简单的沟通，知道他们对我们芒果是非常憧憬，而且很喜欢我们芒果的香气，所以我为芒果感到骄傲。今年对3月开始，玉井的酸影就开始产出，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学是延后放假，农会提供的暑期攻读是烦恼出现无能力的状况。好佳在有袂少的高中生毕业要升大学，拄好来打工。农会除了提供因机会，嘛互伊会当深入认识家乡的产业。暑假互伊有一个打工的机会，兼伊会当认识讲，咱即个弱势者所有因兜的家庭嘛有种一寡水果的，会当认识这个产业，将来无定伊嘛有迄个志向讲啊，我要倒来承接阮爸爸妈妈的迄种以前做水果的传统，这嘛是一个机会啦，农会请的人大约有50个，对山区的囡仔来讲，唔免出去外口打工，阁会使省下伫外口租厝以及交通的费用，家长嘛较放心，嘛会使体验父母种山野的辛苦。而这工作薪虽然搁咧合适，但是嘛希望会当加看加合适，用入去大学所学，以后有机会倒来故乡为山野的产业付出家己的能力。记者郑混达报道。伫咧屏东潮州的潮林宫是一间超过100年的关店古迹，却因为起庙时阵无建筑法规，煞无法度申请门牌号码。经过111年了后，依照文字保护法，总算有家己的门牌号码咯。众人甲红布捡落来，屏东县潮州镇三级古迹潮林宫，伫咧起庙111年了后，即阵总算有家己的门牌啊！潮林宫的董事长是真感动，伊讲即马宫若要收批，就免搁再用隔壁邻家厝的地址啊！足感谢这47年来无偿的就咱来使用，若无即个门牌，咱的保存登记，咱建筑物的保存登记，无法度通办理。这间起伫咧潮州镇树林里的潮林宫，主神是拜天上圣母。当时伫咧起庙的时，是伫咧日治时期，迄当阵也无建筑法，无通称建筑使用的执照。宫全无法度向户政单位请门牌，毋若有产权的记录，也袂使办建筑物保存登记和申报清庙埕的作业。即阵伫咧潮州镇公所的协助之下，潮林宫是用文字保存法内底关定古迹，无受到建筑法约束这项法条，才顺利请到门牌。董事长率领他们的董监事到行政部门到公所来跟代表会主席我们研议以后协助他们才完成今天我们那个门牌的设置。100年的古迹，等了100年才等到这块门牌。潮林宫的董事长讲，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望未来咧杀宫内底的事务也会使更加顺遂。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伫7月有举办台语月活动，特别伫王育德纪念馆外口的凉亭仔，打造一座台语现代市场，民众会当利用手机来做互动，也会当欣赏到台语文学的水。王育德纪念馆外口的凉亭，才出现一片台语的现代诗墙，一首一首现代的台语诗，毋但看会到，嘛听会到。清静的街巷内，风入探照路走的日光，年前顶云过影只，嘛风入厝边熟悉的声哨。安尼优美的声音，只要透过手机扫 QR code， 就会使听到台语诗，看到诗墙的文字，感受真无同。这首是我写的米格森，因为米格森这个物件真是，毋是足侪人外县市的拢毋知影有米格森这个物件。台南市的文化局特别打造这个台语的现代诗墙，挑选这20首现代的台语诗，描写台湾的人文、风景甲美食，对古早味的点心到地方美丽景致，全部拢伫这个小小的凉亭，嘛秀出诗的文字，甲诗文变成艺术品，相当的雅气。这抽象字哎，就觉得还蛮古典优美感，对，就是跟平常的那个方式，平常都是什么字画吧比较多。这群大学生有的人当然也讲台语，看到台语诗墙的台文，其实有淡薄仔生疏。看文字有当时感觉较生疏所以咱会当甲文学、文字、文本，甲转化做声音，转化做影像。会当更较深入的感受到啦。一字一句体会台语诗，会发现其实伊足亲切，嘛足美丽。这座台语的现代诗墙，对5月节嘛是诗人节，即天开始开放参观，展出3个月。
记者陈雅君、赖伟佐台南报道。那讲到明仔载天气，台湾地区大部分的所在过昼了后拢会落尽雨，也请观众朋友着要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开始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自细汉我就最爱甲爸爸妈妈出去佚佗，因会带我去坐火车世界游览。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车头。车头汉字写作车头，罗马字写作呲牙车、特鳌头。车第一条，头第5条。车头是火车站的意思，火车咧让人落车坐车的所在，毋是火车的头一节哦。咱若是要讲拖规只火车的迄粒头，咱叫做车母，也是火车母。较早高铁、飞轮机无即马才实行的时阵，咱若要去较远路的所在，拢会坐火车较济。就安尼，车头正做要甲人分开，也是做伙的所在。而且有袂少流行歌拢甲车头、火车有牵连。要坐火车爱先拆票，若是直接去车头拆票，内底有专门咧互人拆票的窗口，服务人员会问你讲要买当时的，要坐到倒位，要拆几张，敢有要拆来回票。我买一张4点20分台北到高雄的车票，嘛会使讲我买一张上紧到高雄的车票。车票拆好，要坐车就要踮月台等候。要入去月台时，爱先伫遐互铁路局的人加票。你若是要入去月台送人坐车，就要买月台票。俗语讲落车头无探听，意思就是讲落车头来到一个新的所在，煞无去探听当地的人物状况，咧讲人袂晓看人，看人无，有眼不识泰山的意思。还有一句俗语是“鸭做头会歹火车”，是咧譬如人嘴真白、真严，要甲重要的消息也是秘密。讲互人知，什么？你就头中1亿？
溜、车头、车母、拆票、窗仔口、月台、落车头无探听，加座头会排火车。车票拆好，我要紧来去车头坐火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